高雄永安兴达电厂的天然气组昨暗爆炸火烧，台电董事长回失礼，答应附近的社区若是有受损会负责。尼泊尔少年世代示威哪教哪严重，示威群众冲入政府大楼，总理关声放火，前总理夫人互火烧死。罗西亚空袭乌克兰，无人机侵犯着波兰的领空。战争3年外以来，波兰头一届为着防守，甲罗西亚的无人机拍落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昨暗在台电高雄永安的兴达电厂天然气机组爆炸着火烧，毋但附近的社区活动中心天棚落落来，里办公室的壁倒嘛出现壁损，这爆炸威力是互附近的民众拢真惊吓。今日下晡，台电的董事长詹文生是已经出面回示咧，讲因已经找到这天然气泄漏的所在，嘛答应讲这附近的社区若是有受损的部分，拢会负责。那个也新的归类点就是这边。李长基就跳顶悬长长的必顺讲，这拢是昨电厂爆炸了后才出现的，包括壁道顶悬嘛有一大纸，就连社区活动中心的天棚嘛准甲落落来。李长讲，严家里离电厂只有800公尺，爆炸时阵规间厝拢对咧海，互大家惊甲规暝拢唔敢困。永安区里面是我们这边是最近的，靠得最近的，所以说爆炸的瞬间，我们里民就会产生有一种恐慌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瞬间爆炸。瞬间爆炸的话，是因为它没有一个警告。台电7日下晡召开记者会，董事长詹文生亲身来甲电方回示礼。詹文生讲，电方的损失，台电会负责到底。早起已经找到漏气爆炸的所在，就是2号机天然气管线的零件。泄漏的原因，阁要等厂商甲专家调查。而针对外界风声讲，下晡3、4点都漏气，詹文生是再次来背回，伊讲无漏阿莫尼亚，一切拢照标准流程处理。警报就开始关机，2分钟之内开始关机，然后开始撤离。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模式，不太可能说在3个钟头前有外泄，他还继续操作了3个小时。我想说这一点，我要再一次做说明。现在电厂新的1号、2号机组拢停工接受调查，市府强调安全检查若无过关，都被打紧台电开机运作。台电表示会配合市府，一切以安全为主。记者看邱兆阳、高雄场报道。中国不时侵扰咱的空气，今年6月甚至是派战机挖进咱的医疗船机，咱陆委会就批评中国影响咱抢救人命。中国扰乱台湾的力头阁加悬，毋但威胁本岛，那像嘛上准离岛的医疗专机，咱国安捷航空的医疗专机负责金门后送的医疗服务。6月为台东要飞去金门的时阵，传出去互中国军方的歼轰7甲歼10的战机以近距离的方式逼真晚。针对这点，安捷航空回应讲，双方有保持一段距离。咱陆委会是表达强烈的谴责，批评中国连咱国医疗的专机都唔放咱煞，无把人命当作一回事。灰色地带骚扰也好，或军事的骚扰也好，这些行为国际应该重视并给予谴责跟制裁，保护金门的要就医的民众能够顺利的到台湾，那进行他们医疗上面应有的权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要务。陆委会要求中国停止影响人道救援。调查立委认为讲，第一要紧爱确保金门的民众因就医的权利。因若金门伫咧台湾海峡的西边，对咱国执法较不利。有国防官员研判，无排除中国采取新的形态铺设地带的侵扰，对台湾国安形成重大挑战。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下一次他就软土深掘，然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那我觉得未来应该采取这个更严密的监控，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医疗专机准备要飞行，其实就要研判中共可能采取一些骚扰的行动。学者分析，中国有可能想要引发重大的事件来测试空军甲金门部队反应的时间，嘛要观察台湾舆论的变化。有前飞官认为讲，都要注意这类的案件，敢是会为个案走向常态化。因为我们现在在雷达上面的轨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也可以知道2架飞机的距离，甚至高度差。那这些资料，甚至如果有录影的部分，也可以很明显的判别它是刻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李英玲建议，若拄到中国军机，会当甲过程翕起来，加做证据。学者讲，透过雷达的轨迹、影像的画面，向国际民航组织寻求协助，公开中国扰乱台湾恶质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看，尼泊尔政府顶一日宣布禁 YouTube 面册等26个社群媒体，引起少年世代反弹，就街示威。这政府刚开始态度是打真的，用武力镇压，煞上无是造成22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政府看办事唔对，是赶紧宣布取消禁令，总统宣布请辞负责。不过，这场示威是已经对打开始的反对社群媒体禁令，演变做反对大法的后代有特权，不满政府贪污。所以讲，这场示威并无因为总统请辞就来结束，颠倒是愈来愈严重。示威的群众甚至是冲入政府大楼，甲总理的官舍放火，造成前总理的夫人去互火烧死。这阵尼泊尔军方是已经宣布，首都加德满都无限期宵禁。示威民众伫尼平里政府大楼头前举旗仔底音乐一直跳舞。南亚国家尼平里进行封锁社群媒体，因为自细汉就接触网络甲数位科技的这代人出示威。不过政府却是动用武力镇压，向群众开枪，造成上百人死伤。当局的武力镇压并无互民众平息落来，反倒增加亲民众对政府长期贪污的不满，互示威活动愈来愈严重。尽管总理奥利甲总统鲍德尔伫催告解除社群媒体禁令，并且宣布请辞表示负责，不过抗议民众依然是感觉无够。हाम्रो इन्टरनेसनल साथीहरू तर राजीनामा दिएर पुगेन यहाँ भोलि उनीहरूले यस्तो गठबन्धन बनाउँछ एमाले काङ्ग्रेस इत्यादि जतिसुकै यो राष्ट्रिय पार्टीहरू होस् यो पार्टीहरू उनीहरूले बनाउने राउन्ड टेबल हो तर यसलाई ब्रेक गर्ने हामीले टेबल ब्रेक गर्ने हो हामीले विल ब्रेक गर्ने हो。激进的抗议民众除了走入去政府大楼放火以外，也走入去前总理卡纳尔官舍来放火。警卫赶紧把卡纳尔救出来，不过伊的家后齐特拉卡尔却是掉伫火场内底，最后送医不治死亡。另外也对部分政府的建筑甲官员大所在放火，并且拍官员。因来示威一直侵权的暴力行为，也互联合国官员呼吁爱用和平对话来解决纷争，并且对抗议民众的死亡展开调查。I'm appalled by the escalating violence in Nepal that has resulted in multiple deaths. Dialogue is the best and only way to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e Nepalese people. I call for an urgent, thorough, transparent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into such acts. 这场示威也影响航空交通，抗议民众放火所产生的烟雾影响高空的能见度。印度航空甲尼平里航空拢取消飞往尼平里首都加德满都的航班。这阵尼平里军方除了伫初九用直升机护送政府一寡部长到安全的所在以外，也宣布对加德满都的主要所在实施无限期宵禁，要求民众对当地初九早起8点外开始必须爱踮伫厝内底。士兵就伫街路检查车辆甲人员，全已经抓到21个涉嫌抢劫的嫌犯。国际新闻，陈思东编译。罗西亚空袭乌克兰的火力哪来哪强，打过去牵连着其他国家。罗西亚的无人机是去侵犯着波兰的领空军落界，波兰甲北约的战机赶紧升空，甲无人机拍落来，嘛甲一寡机场暂时关起来。这是战争3年外以来，波兰头一届为着防守去攻击罗西亚的无人机。欧洲嘛批评罗西亚这款行为实在是真恶质，力气无共。罗西亚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的事件了后，波兰总理杜苏克随赶去现场，嘛甲北约秘书长立德联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采集证实，有甲罗西亚的无人机拍落来，讲采集罗西亚攻击乌克兰的时阵，波兰领空几啊届去互无人机入侵，波兰甲北约盟国战机紧急升空，甲无人机拍落来。地面防空甲雷达侦测系统进入最高戒备的状态。波兰甲乌克兰交界3个地区的民众，互要求爱踮伫厝内，包括华沙的肖邦机场在内等等4个波兰机场都要关起来。波兰机抓嘛要闪开华沙的领空。波兰军方强调讲，这是入侵的行为，严重威胁到波兰人民的安全。这嘛是从2022年2月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波兰头一届伫咧因的领空甲罗西亚军方交战。专家认为讲，罗西亚无人机采集入侵波兰的领空，绝对毋是意外，主要就是要测试北约的反应能力。同时嘛，代表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已经走向新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初九表示，美国希望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甲加沙的冲突拢会当赶紧解决，所以最近会搁一届甲罗西亚总统普丁来通电话。So Putin's going to have the call will happen this week? I think so. I think this week or early next week. 虽然川普甲普丁已经伫咧美国阿拉斯加举行过峰会，不过这对结束罗西亚乌克兰战争毋但无实质的帮助。罗西亚军方了后甚至加强对乌克兰的攻击。
顶礼拜对基辅首都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了后，乌克兰用无人机甲罗西亚国内3条重要运输的油管崩掉。克里米亚半岛2座罗西亚军方的雷达嘛受到攻击。罗西亚军方找到用炸弹空袭乌克兰东部顿内刺克前线的针仔头，迄当阵有真侪人当伫咧领导人顶贴，至少有24个人去用崩死，19个人受伤。因为中国甲印度持续咧买罗西亚的原油，这是大大帮助罗西亚入侵乌克兰的经济运作。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后面会当甲中国甲印度扣100%的关税，希望透过这个方式甲普丁施压，好好来讨论乌克兰的问题。而且讲，若是后面答应，美国嘛愿意扣类似的关税。国际新闻金冠庆编译。来看另外一边的战争，以色列甲哈马斯是战变2年，卡达做中人斗超测。不过，即阵这以色列说是雄雄去蹦卡达的首都，佮讲目标是要消灭哈马斯的高赞。以色列的行动是引起国际谴责，而且因佮去互哈马斯呛声，讲因的高赞也活得无死。对监视器画面看到卡达首都杜哈一间建筑物被攻击了后，庆烟，警方也个救援单位赶到现场，车也无法度过。以色列讲，这是对哈马斯高层的外科级精准打击，目标敢若包括加沙领导团队的核心人物。At noon today, I convened the heads of Israel's security organizations and authorized a surgical precision strike on the terrorist chiefs of Hamas. These are the same terrorist chiefs who planned, launched, and celebrated the horrific massacres of October 7th. 联合国秘书长谴责越境攻击，强调卡达伫停火甲换政府是正重要的中人。卡达政府讲这是国家恐怖主义，不过未安尼就放弃调停。I condemn this flagrant violation of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Qatar. All parties must work towards achieving a permanent ceasefire, not destroying it. تم اليوم على أرض قطر يعني لا نستطيع أن نسميه إلا بإرهاب دولة يمارسه شخص مثل نتنياهو في سياق هذه السياسات الممنهجة ومحاولاته المستمرة لزعزعة 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الإقليمي。哈马斯政治局讲，领导该战正安全，不过承认有人员死亡。外界对已经消灭哈马斯4个主要人物的讲法正怀疑。美国、欧洲几个国家的领袖伫社群谴责新冠风险，并且呼吁停火。美国总统川普讲，无愿意看到伫咧卡达境内发生攻击。这么上重要是放人质回去。I'm not thrilled about the whole situation. It's not a good situation. But I will say this: we want the hostages back. But we are not thrilled about the way that went down today. 国际分析讲，这件代志可能会改变区域局势。除了看到以色列追杀哈马斯的决心，也挑战中人的角色。做落来，是不是真正有法度消灭哈马斯的4个主要人物？一个中东是不是有法度停火？全世界拢正注意看。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法国的前总理贝胡无通过信任投票落台，今仔日车站马克宏就随点名伊的盟友国防部长勒克努来做新的总理，成做马克宏任内第7位总理。目前在法国的国会势力分裂，新总理就任要面临的上大挑战，就是就所有的政党协商达成共识。上任这短短9个月，法国总理贝胡因为无法通过国会伫西北举行的信任投票，伫车到落台。总统马克宏伫隔天随点名家己的亲民的朋友勒克努担任新总理。真侪民众讲勒克努的当选无意外，因为伊是马克宏的忠实拥护者。也若勒克努伫上任了后，上界重要代志就是爱出席国会，达成对2026年预算案的共识。勒克努今年39岁，是法国上界少年的国防部长。法国总理一向是由总统任命，国家日常运作也由总理来负责。专家讲，勒克努的上任显示马克宏也是想要选主要政策甲相款的中间派人选。不过，这也互左翼的政党是真不满，讲要对新总理采取无信任的投票。也若由于政党是讲会继续甲勒克努合作，只是由于政党也把甲左派来合作，推翻贝胡也有巴耶尼这2位前总理。也若勒克努是马克宏任内第7位总理。Écoutez, pas grand-chose. C'est vrai que c'est une surprise d'avoir un Premier ministre ce soir, mais bon, j'ai l'impression que c'est le choix de la continuité. Un peu décevant, comme d'habitude, parce que ça reste la droite qui domine, quoi.
另外，伫法国首都巴黎甲郊区的君仔座清真寺的门口，互发现互人放至少9粒的猪头，其中一个所在一粒猪头也用蓝色油漆写马克宏的名。有这伊斯兰教家己把看做是无清气的物件，并且袂使食，所以讲引发外界对着反伊斯兰教徒受分清悬的警觉。 C'est l'indignation. Je l'ai fait savoir il y a quelques instants. C'est absolument inadmissible et j'espère bien qu'on retrouvera celles et ceux qui ont pu commettre cette sorte de profanation. 根据了解，法国反伊斯兰教徒受分案件每年拢伫增加。因为法国警方是公布其中一波监视器，翕到嫌犯正甲猪头扛着，准备要离开的画面。因为安尼做人是毋是甲反伊斯兰教徒有关系？警方也正伫调查。公视新闻新闻配编译。 大学大专授煞开学，教育部是公布台湾的境外生上届济是越南来的，第二是印尼。不过，这英国上届济马来西亚学生是摔到第3名，剩无1万人。教育部是认为讲，这马来西亚嘛是面临这少子化的状况，加上留学的费用哪来哪贵，才会造成来台湾的马来西亚学生愈来愈少。除了这2项原因，伊嘛有认为讲，这马来西亚30年来私立学校增加。 而且，佫有袂少外国的学校去遐设分校，所以讲，都有袂少学生是决定留伫咧英国内。另外，这两岸的局势无稳定，毕业了后，敢会当伫咧台湾找到头路即寡状况，拢互马来西亚学生愈来愈丢度。马来西亚过去是台湾上大的东南亚境外学生的来源国。不过，教育部统计，2024年马来西亚留学台湾的学生人数降到1万人以下，是10年来上少的，也互越南甲印尼超过。 大马学生到台湾留学的历史已经超过70年。早年因为冷战和国共对抗的影响，华裔学子难以赴中国深造，台湾就成了少数能提供中文高等教育的选择。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之后，为了跟中共在国际话语权上竞争谁才是正统中国，所以他就积极去招揽海外的华裔学生到台湾念书。不过，情势已经改变啦。 马来西亚留学台湾的学生下降的原因真复杂，外界常常怀疑是毋是甲中国提供真悬的奖学金有关系。以留学台湾学生为硕士论文的时事评论员安尼分析：留学中国的人数上升，或者留学中国的影响力上升，是不是导致留台学生下降的必然趋势？就我觉得，并不是，而且它不是一个最针对和最直接的原因。 马来西亚的私立大学竞争力加强，各国也一直在抢学生。那台湾形象无够明显，自然无法度来吸引国际学生。现在本地大学非常的有竞争力。今天我在马来西亚念书，我之后的2年或之后的1年可以去到英国或美国读书，然后读了这2个文凭。那马来西亚的私校它也挺多元化的。 长期协助招生的留台同学会，拿伫大城市甲华文中学来招生，就业拓展到3线甲4线的城市。不过，若敢若锁定华裔市场，恐惊无度来改变这种下降的情形。外界普遍认为讲，台湾应该进一步招收马来，也有印度艺术群。必须有台湾这边先有很好的准备，教育体系还没有国际化，那你要推的时候，大家都很辛苦，学生也学习也辛苦，先以某些科系 为主来开始以英语教学走上国际化。台湾的高教正处在重要改变的所在，未来除了爱稳固华裔基本盘，加大奖学金甲招生的宣传，也需要加速国际化，先锁定重点的科系，慢慢推动全英语的授课，才会吸引更加多国际学生。公司国际记者马来西亚报道。 运动部挂牌成立，未来学生联赛亲像是全中运、全台运体育班这块业务，就由体运动部来负责。真看激动的朋友甲漂浮的冰山，中央大学团队7月下旬到北极，点到115年全国大专运动会盛会。 对全球纬度上悬的马拉松赛道起点出发，经过全球种子库、斯瓦尼巴教堂、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境外工作站这重要据点。中大最后要伫北极落地扛国旗、教育部的部旗甲校旗。随运动部成立116年起，全台运、全中运、各中到大专的学生联赛，由运动部竞技师来负责。因若国小比赛是由专门师负责。
因为竞技运动全民化，我们不希望小朋友从小就开始一直走竞技，所以国小的部分，我们其实是会由全民署那边去做他的社区运动的一个规划。学生的很多的赛事，我们其实是全年，所以他必须先延续下去。承办全中运 HBL 这4大联赛，高中体总讲，运动部竞技署办理比赛，剩下辅导杯赛。名次确定了后，交由教育部进行真试真审，其实甲即阵无差别，无影响。唯一的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种类，就是在推广运动社团、志工，还有一些热舞比赛，这些东西是属于全民署窗口在那边，所以高中体总的所有的，我觉得都没有太大影响。运动部讲已经甲教育部达成共识，举办学生比赛时，会由运动部来处理参赛学生、裁判甲教练的讲解，并且用公文副本，予教育部知影，互参与的人甲学校安心，互比赛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暗时11点，同一个时间再会。